一開波就空乾。好在第二次正常發揮。今日同朋友嚟福田行街，聽朋友講附近有間桌球館幾靜，店名叫點點桌球俱樂部，所以過去試下啦。位置喺福雄路世貿廣場。入到大廈，搭升降機去4樓就到。出嚟咗手邊就見到座教背景牆，數量唔少，大概有50個。入去睇下環境點樣先。場地唔算好大，應該有2000幾尺，不過裝修同環境都算唔錯。前台講仲有幾個包房，過去睇下，包房空間都幾闊，仲配埋大電視。之後帶大家睇下做膠技術點，一開波就空乾。好在第二次正常發揮。一個輕推，不過冇入，差少少。又係輕輕一推，感覺兩個人開局唔太好。為自己靚，應該可以入波。又冇入，可能對住鏡頭有啲緊張。白波貼住邊唔易打。又係輕推一下，差少少冇入。連續4-5杆，一球都冇入。呢一球都冇入，唔知點講好。俾到個機會都把握唔到。用手電波應該都算犯規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打咗唔知幾多回合，助教終於揾返手感，應該之前太緊張。之後助教開始發力啦。又再入一球，呢球打得唔錯喎，差啲將粉紅波都打落去。
打到最後幾個回合，最後助教贏咗。